腦機接口 BCI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的開發是一個跨學科的前沿領域，涉及神經科學、工程學、計算機科學、醫學和倫理學等多個方面。以下從技術、應用、挑戰、倫理、經濟與市場、未來趨勢等各方面進行詳細分析。一、技術層面 BCI 的核心目標是實現大腦與外部設備之間的直接通訊。技術開發涉及以下幾個關鍵點：1.1 信號採集、侵入式技術，通過植入電極如 Neuralink 的腦內芯片，直接記錄神經元活動。信號質量高，但需要手術，存在感染風險。優勢：高分辨率，適用於精確控制，如假肢或語言生成。挑戰：長期植入的生物相容性電極退化。非侵入式技術如腦電圖、EEG 功能性近紅外光譜、NIS 腦磁圖、MET 無需手術，但信號分辨率低，受頭皮和顱骨干擾。優勢：安全成本較低，適合消費級應用如遊戲、冥想設備。挑戰：信號噪聲高，難以捕捉深層腦活動。半侵入式技術如皮質腦電圖 ECR 電極置於腦表面，平衡了侵入性和信號質量。1.2 信號處理與解碼、數據處理。神經信號需要經過盧波降噪和特徵提取。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如卷積神經網絡、遞歸神經網絡被廣泛用於模式識別。實時性 BCI 系統需要低延遲處理以實現即時控制，這對計算能力和算法優化要求高。個性化，不同個體的腦信號模式差異大，需開發自適應算法。1.3 輸出與反饋。輸出設備 BCI 可控制機械臂、電腦、光標與音合成器等。閉環系統實時反饋能提高控制精度。雙向 BCI 不僅讀取大腦信號，還能向大腦輸入信息，如刺激視覺皮層產生虛擬視覺。這是當前研究熱點。1.4 硬件與軟件。硬件需要小型化、低功耗的芯片和傳感器，例如 Neuralink 的 N1 芯片集成了1024個電極通道。軟件操作系統和用戶界面需簡化，適應不同應用場景，如醫療康復或娛樂。無線化無線傳輸技術如藍牙或專用協議減少了線纜限制，但需解決數據安全問題。2. 應用場景 BCI 的應用潛力廣泛，涵蓋醫療、工業、娛樂和軍事等領域。2.1 醫療與康復。神經疾病治療幫助中風漸凍症 ALS、脊髓損傷患者恢復運動或語言能力。例如 BCI 可讓癱瘓患者通過意念控制機械臂。精神健康監測腦活動，以診斷或治療抑鬱症、焦慮症或癲癇。神經假肢將 BCI 與高級假肢結合，提供更自然的控制。2.2 消費電子與娛樂。遊戲與虛擬現實，通過意念控制遊戲角色或 VR 環境，增強沉浸感。如 Emotive Neurable 的產品。智能家居用意念控制燈光、空調等設備，提升便利性。教育與認知訓練，監測注意力水平，優化學習過程。2.3 工業與軍事。人機協作，在高危環境中 BCI 可讓操作員遠程控制機器人或無人機，增強認知。軍事領域探索 BCI 提升士兵反應速度或決策能力。疲勞監測用於飛行員、司機等高風險職業。實時監測精神狀態。2.4 科研 BCI 是研究大腦功能的重要工具，幫助解碼神經網絡的工作原理。結合人工智能 AI 可模擬大腦活動，推動神經科學進展。3. 挑戰與限制 BCI 開發面臨多種技術和非技術挑戰。3.1 技術挑戰：信號質量與穩定性。侵入式設備的長期穩定性不足，非侵入式設備的信號分辨率低，數據處理複雜性，大腦信號的高維性和非線性特徵增加了算法設計難度。通用性：目前多數 BCI 系統需針對個體進行訓練，難以實現即插即用。電池續航與散熱，植入式設備需長時間運行散熱和供電是難題。
3.2 生物學挑戰，神經可塑性。大腦對植入物的適應可能改變信號模式，影響長期效果。免疫反應，植入電極可能引發炎症或瘢痕組織降低。信號質量，大腦複雜性，人類大腦有約860億個神經元，當前技術僅能捕捉極少部分活動。3.3 倫理與社會挑戰，隱私問題。BCI 能讀取大腦信號，可能路個人思想或情感，引發數據濫用風險。公平性，高成本的 BCI 技術可能僅限於富裕群體，加劇社會不平等。自主性，外部設備對大腦的控制可能影響個人決策自由。監管缺失， BCI 的醫療和商業應用缺乏統一標準，存在安全隱患。4. 倫理與法律考量， BCI 的快速發展引發了深刻的倫理和法律問題。數據安全，神經數據的存儲和傳輸需高級加密，防止黑客攻擊。知情同意，用戶需充分了解 BCI 的風險和潛在影響，尤其是侵入式技術。責任歸屬，若 BCI 引發意外，如機械臂誤傷，責任如何界定？增強倫理， BCI 是否應允許健康人用於認知增強，如記憶力提升，這可能引發超人爭議。法律框架，各國需制定專門法規規範 BCI 的研發、測試和商業化。5. 經濟與市場分析， BCI 市場正快速增長，吸引了大量投資和企業參與。5.1 市場規模，根據市場研究，全球 BCI 市場規模預計從2020年的約15億美元增長至2030年的50億美元以上，年均增長率約10%到15%。醫療應用具最大份額，消費電子市場增長最快。5.2 主要參與者 Neuralink 美國專注於侵入式 BCI， 目標是治療神經疾病並實現人機融合。BlackRock Neurotech 美國提供植入式 BCI， 以實現癱瘓患者控制電腦。Emotiv 和 Neurosky 美國專注於非侵入式 EEG 設備，面向消費市場。Knout 美國開發非侵入式設備，用於認知研究和增強。Synchron 美國開發微創血管內 BCI， 已進入臨床試驗。BrainGate 美國學術聯盟專注於醫療應用 BCI。5.3 商業化挑戰，成本高昂，侵入式 BCI 的研發和製造成本高，限制了普及。市場教育，消費者對 BCI 的認知不足，需宣傳其價值。競爭壓力 ，AR、VR 等技術可能分流 BCI 的部分應用場景。6. 未來趨勢， BCI 的發展將受技術進步和社會接受度的共同驅動。技術融合， BCI 將與 5G 量子計算等技術結合，提升性能和應用範圍。微型化與無創化，非侵入式技術的進展將推動消費級 BCI 的普及。閉環系統，雙向 BCI 的突破將實現更自然的交互，如直接向大腦傳輸信息。標準化侵入式 BCI 的醫療應用將在5到10年內取得更大進展，特別是在神經康復領域。倫理規範，國際社會可能建立 BCI 倫理準則，平衡創新與風險。人機共生，長期來看 BCI 或許能實現人腦與雲端網絡的連接，改變人類認知模式。7. 總結案例與進展，截至2025年 Neuralink 2023年獲得 FDA 批准進行人體試驗，2024年展示患者用意念下期，2025年可能發布更成熟的臨床數據。Synchron 2024年完成多例血管內 BCI 試驗，患者能用意念發送消息。BrainGate 成功讓癱瘓患者通過 BCI 控制平板電腦，實現文字輸入和瀏覽網頁。消費級產品 Emotiv 的 EPOC 加和 Neurosky 的頭顯已進入市場，價格約300到800美元，主要用於遊戲和冥想。8. BCI 的開發是一個充滿機遇與挑戰的領域，技術上侵入式與非侵入式技術並行發展，應用涵蓋醫療、娛樂到軍事。
但信號質量、生物相容性、隱私和倫理問題仍是障礙。未來隨住 AI 和生物技術的融合， BCI 有望改變人類與機器的交互方式，甚至重塑社會結構。對科技發展抓住 BCI 機遇，需在研發、監管和市場化方面協同努力。如果你大家想再深入了解這種技術，歡迎留訂閱、點讚分，謝謝。